點解《孫子兵法》唔係寫俾武將睇嘅？你諗下，古代武將識字嘅好少，根本讀唔明呢種兵書，咁佢到底係寫俾邊個睇呢？係寫俾嗰啲揀武將嘅人睇嘅。講穿咗，即係寫俾所有要將件事交託俾人嘅人睇嘅。去到今日，如果你有事要交託俾人，無論係感情、事業定係做生意，呢本書都係寫俾你睇嘅。如果你用呢個方法揀伴侶、揀老闆、揀拍檔，咁跟住落嚟嘅時間絕對值得你睇完。孫子認為所有嘅勝負喺喐手之前睇人嗰陣就已經定局，而喺所有要睇嘅人入面有一個最關鍵，將軍。君主幾犀利都好，真正喺戰場上話事嘅係將軍；士兵幾勇猛都好，真正決定佢哋生死嘅都係將軍。所以孫子喺《史記》篇入面專登攞咗5個字出嚟答一個咩時代都避唔開嘅問題：咩人你先夠膽將條命交俾佢？孫武喺揀將軍嗰陣列咗5個字：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。留意啦，呢5個字係有分先後嘅，智排第一，信第二，仁第三，勇第四，嚴第五。我敢同你打賭，你身邊10個人入面，起碼有9個會將呢個次序排錯。最常見嘅做法就係將勇排到最前。好多人崇拜英雄，中意有擔當、夠膽話事、夠膽衝鋒陷陣嘅人，但孫子偏偏將勇排到第4。點解呢5個字嘅次序入面收埋咗中國2000幾年權力遊戲嘅全部密碼？你唔單止可以用佢嚟睇歷史人物，你身邊嘅每一個人都絕對可以用呢5個字睇一次。你老細爭邊個字，你就可以預估你呢份工可以做幾耐；你拍檔爭邊個字，你就可以預估呢盤生意會喺邊度爆鑊；你伴侶爭邊個字，你就可以預估呢段婚姻最後會死喺邊度；甚至你自己爭邊個字，你都可以預估你呢世人會喺邊度跣低。所以跟住落嚟嘅時間，我會逐個字拆俾你睇。我哋由第一個字開始。智。咩叫智？你以為係聰明、轉數快、識算計？錯啦！孫子講嘅智係一個好具體、好殘酷嘅能力，睇清局勢嘅能力。再準確啲講，係睇清3件事嘅能力。第一，睇清你自己，你有幾多斤兩，你企緊咩位？第二，睇清對手，佢想要啲乜，佢驚啲乜，佢下一步想搞乜？第三，睇清大勢，風向邊度吹，水向邊流，咩事做得，咩事唔做得。呢3件事睇落簡單，做落真係攞命。人呢，世人所有嘅大敗，幾乎都係喺呢3件事。同你講個古仔，你就會明啦。春秋戰國時期，越王勾踐復國嘅歷史，范蠡同文種呢2位大功臣嘅結局真係令人唏噓。論聰明、能力同功勞，范蠡同文種可以話係不相伯仲，2個都一樣咁勁。喺佢哋嘅輔助下，勾踐忍辱負重20年，最終成功滅吳稱霸。但係當大業成就，最大嘅危機反而降臨喺佢哋身上。范蠡身上有孫子講嘅智，佢睇清咗3件事：第一，歷史上飛鳥盡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嘅規律；第二，佢睇透勾踐長頸鳥喙嘅本相，深知呢個人只可以共患難，絕對唔可以共富貴；第三，佢更加睇清自己已經功高震主，於是佢果斷急流勇退，連夜撐船走人。而文種呢，佢絕頂聰明，偏偏睇唔透人性嘅陰暗面，收到范蠡勸佢一齊走嘅信，都半信半疑，結果留低清病唔上朝。你諗下，如果文種係個廢柴，勾踐會殺佢咩？根本唔會。正正因為佢有本事，因為佢知得太多，因為佢隨時可以再搞單大嘢出嚟，勾踐對佢嘅猜忌越嚟越重，最後非死不可，隨便揾個借口就刺劍逼佢死。范蠡同文種嘅故事，完美演繹咗生存嘅殘酷。呢個功高震主嘅死結喺其後嘅中國歷史上亦都不斷咁重複上演。又譬如好似韓信、李善長呢班人喺自己嘅專業領域入面絕對係頂級高手，但佢哋都喺同一個位撞板。佢哋睇得清點樣做嘢，但睇唔清局勢，而睇清局勢先至係孫子講嘅智。你可能會問，呢樣嘢同聰明到底有咩分別？聰明嘅人係睇到人哋睇唔到嘅嘢，而有智嘅人係睇清自己平時睇唔透嘅嘢。聰明係向外嘅，而智係向內嘅。聰明嘅人可以計到10步之後嘅棋，但佢計唔到嘅係呢局棋，佢根本一開始就唔應該開局。聰明嘅人執着於我可以做啲乜，有智嘅人就好清楚我唔應該做啲乜。所以你睇下嗰啲可以笑到最後嘅人，佢哋贏唔係因為做啱咗幾多件事，而係因為佢哋冇做錯最關鍵嗰幾件。
文種點解會死？佢做齊晒所有應該做嘅事，偏偏就避唔開唔應該做嗰一件。講完字，跟住落嚟呢個字係孫子兵法入邊我個人最驚嘅一個信。你以為信就只係講信用？唔係。如果信只係講信用，咁就同仁撞咗，同嚴亦都撞咗。孫子根本冇必要單獨抽佢出嚟排第二。孫子講嘅信係一樣非常之狠嘅嘢，佢可以令到兩個人人頭落地。孫子講嘅信係威信。咩叫威信？就係你講一句說話，其他人唔敢唔聽。點解要將呢個字排第二？因為威信係將判斷變成行動嘅唯一通道。要理解呢句話，我一定要同你講個故事。呢個故事係孫子親自做過嘅，佢用呢個故事親自示範咗咩叫信。2500幾年前，孫武帶住自己寫嘅兵法去見吳王。吳王揭完呢本書，半信半疑。佢話：你呢本書寫得唔錯，可唔可以即場示範下？孫武話：可以喎。吳王陰陰嘴笑咗下，話：咁你唔好用我啲士兵，用我啲宮女試下。呢句話背後咩意思？就係想搞到孫武當場出醜。宮女識啲咩？打仗，叫佢哋排個陣都難。呢個係吳王對孫武嘅考驗，亦都係有心刁難。孫武冇出聲，喺宮入面揀咗180個宮女帶到去教場。孫武將吳王最寵愛嘅2個妃子任命為左右兩隊嘅隊長。留意呢個動作，佢係特登揀吳王最寵愛嘅人，呢個絕對唔係巧合。孫武宣布軍令，講咗3次，確認每一個人都聽明白咗，然後下令向右轉。班宮女即刻哄堂大笑，冇人轉。孫武目冇表情，佢話軍令冇講清楚係將軍嘅責任，於是又講多一次，又示範多一次，然後再次下令向右轉。班宮女又笑到咔咔聲，依然係冇人轉。孫武冇講廢話，佢只係講咗一句：軍令已經講得清清楚楚，士兵唔執行就係隊長嘅責任。然後佢直接下令將嗰2個妃子拖出去斬首。吳王喺城樓上望住，嚇到面都青晒，即刻派人落嚟傳話：將軍，你嘅本事我見識過，呢2個係寡人最愛嘅女人，冇咗佢哋，寡人食飯都唔安樂，放過佢哋啦。孫武抬頭望咗一眼城樓，好平靜咁講咗一句話：臣既以受命為將，將在軍中，君命有所不受，手起刀落，2個人頭跌落教場上。然後佢重新任命2個隊長，再次下令向右轉。180個宮女鴉雀無聲，整齊劃一咁轉過去，冇一個人夠膽笑，冇一個人夠膽慢半拍。吳王呢個時候先至如夢初醒，自己請翻嚟嘅唔係一個知識寫書嘅文人，而係一個有本事令到任何人都要服從嘅可怕人物。呢個就係信。孫武用2個人頭話俾所有人知3件事：第一，軍令一落就係大過天；第二，例外一出現，規矩就徹底玩完。如果當時孫武放過嗰2個妃子，之後成支軍隊永遠都唔會服佢。第三，威信唔係靠把口嗌出嚟嘅，係靠夠膽落手立翻嚟嘅。你回想下嗰啲有威信嘅人，幾乎都試過一次立威。一次立威之後，所有人就會知呢個人惹唔過。而嗰啲冇威信嘅人都有同一個通病，驚得罪人。第一次有人挑戰佢嘅權威，佢笑笑口就當冇事，話下次注意啦。每一次嘅算數，即係話俾所有人聽，呢個人講嘅說話可以唔算數。等佢真係想立威信嗰陣，已經太遲。因為威信呢樣嘢，只有第一次先立得起，錯過咗第一次之後，你再惡都冇用。所以孫子將信排喺第二，僅僅喺智之下。因為智係睇清局勢嘅能力，而信就係將決策落地嘅能力。得個智而冇信，你睇得幾通透都好，冇人幫你執行。睇咗等於冇睇。得個信而冇智，你講嘢幾有份量都好，方向錯咗，只會帶住大家一齊踩入火坑。呢2個字加埋一齊，先至係一個人嘅硬骨架。至於後面3個字仁、勇、嚴，係骨架上面嘅肉。跟住落嚟呢2個字仁同勇，係5個字入面最容易令人聽完腰心腰肺嘅2個字。因為我要答2個好殘酷嘅問題。第一，點解孫子將仁只係排第3？第二，點解我哋由細到大都好崇拜嘅勇喺孫子眼中只係排第4？如果你可以聽埋呢一段，你睇世界嘅眼光將會改變。先講仁呢個字，佢有一個好隱蔽嘅副作用，用錯咗地方，佢就會變成毒藥。
我講兩個人嘅故事俾你聽，呢兩個人都係歷史上出名嘅仁者，一個將人用啱咗，贏得天下；一個將人用錯咗，連命都冇埋。第一個人劉備，劉備攜民渡江，絕對係人嘅教科書。曹操殺到埋嚟，劉備由樊城撤退嗰陣，帶住10幾萬老百姓一齊走。唔通劉備唔知帶住10幾萬百姓走會俾曹操追上咩？佢知。唔通劉備會為咗呢10幾萬人連自己條命都唔要咩？佢梗係唔想。咁點解佢仲要帶住佢哋走？因為佢要令所有人睇到佢嘅人。後來嘅事大家都知啦，長坂坡一戰，劉備啲家眷走散咗，部隊打散晒，老百姓死傷無數，但係劉備保住咗條命，仲變成咗人均嘅代名詞。從此之後，只要佢借住漢室正統、匡扶天下嘅旗號去招兵買馬，所有人都爭住去跟佢。劉備用人建立咗一個品牌，佢用呢個品牌喺亂世入面換翻嚟人才、地盤同埋合法性，最終佢用呢啲嘢建立咗蜀漢。人係一種戰略，而唔係一種情緒。第二個人項羽，項羽喺戰場上係頂級猛人，但佢身上有一個特點，俾司馬遷用4個字概括：婦人之仁。雖然呢個係司馬遷2000年前嘅用詞，難免有啲局限，但佢嘅核心講緊嘅係一種感性、隨機、不分敵我、唔理後果嘅善心。項羽嘅人只係情緒，佢冇將人用喺應該用嘅地方，例如籠絡人才、安撫百姓，佢反而將人用咗喺唔應該用嘅地方，例如放過敵人。最終佢用呢個人親手送自己一程。講到呢度，你應該明白點解孫子將人排第3啦，因為人係一種力量，但佢係一種需要用智去引導嘅力量。冇智打底嘅人叫做婦人之仁，而冇智撐腰嘅人就只係個爛好人。我哋再睇深一層，講戰略嘅人反而係好冷靜嘅。劉備攜民渡江嗰一日，佢心入面冷唔冷靜？好冷靜。佢明知呢10幾萬人有一半會死，佢明知自己啲家眷會走失，佢明知呢場係一場必敗嘅撤退，但佢依然要帶住佢哋。因為佢計得好清楚，呢一戰展現出嚟嘅人，值得換取以後天下嘅民心。項羽喺鴻門宴嗰陣，心入面冷唔冷靜？唔單止唔冷靜，仲一時心軟添。佢見到劉邦下跪，心一軟就放虎歸山。冷靜嘅人係高度戰略嘅善，而一時衝動嘅人就只係極度嘅唔理智。所以仁呢個字睇落好溫柔，但內核係好堅硬嘅。佢需要一個人有足夠嘅冷靜，先可以將善用喺啱嘅地方。呢個就係點解人必須要排喺智之後，冇冷靜嘅判斷，就冇真正嘅仁慈。講完人，我哋終於要講下一個字，勇。孫子將佢排第4，你心入面係咪覺得唔舒服？我同你一樣，但聽完呢一段，你會發現孫子將勇排第4，唔係因為佢唔尊重勇者，啱啱相反，佢係為咗保護勇者。因為歷史上最頂級嘅勇者，幾乎全部都不得善終。點解？因為勇呢樣嘢喺權力結構入面係一種超額價值。咩叫超額價值？即係你嘅能力大過咗你個位可以容納嘅範圍。舉個例，公司俾你個位係個經理，但你立嘅功勞係總裁級別嘅。呢個時候你已經威脅到上面嘅人，你唔死邊個死？喺呢場遊戲入面，勇者嘅本質就係一種工具，你嘅勇係用嚟打天下嘅，打完天下你就應該消失。咁點解話孫子將勇排第4，反而係保護勇者呢？因為孫子係喺度提點緊所有想做大事嘅人。如果你得個勇字，你只係一件耗材；如果你嘅勇排喺智嘅前面，你就會做炮灰。只有當你嘅勇俾智同信控制得住，先至係真正嘅高手。你睇下歷史上可以活到最後嘅勇者，全部都符合呢個規律。王翦、郭子儀、曾國藩呢班人都唔係得個勇字，佢哋嘅勇上面都騎住一個智字，佢哋嘅勇隔籬都企住一個信字。勇係一種鋒芒，鋒芒越露就越容易俾人收割。你要想將鋒芒變成盔甲，而唔係做人哋嘅箭靶。我再講深一層，點解我哋由細到大都會偏愛勇者呢？勇者故事其實係一種消費品，佢需要嘅係悲劇，因為悲劇先有戲劇性，先有人傳播。而一個全身而退、壽終正寢嘅勇者，就算寫入史書，都冇人有興趣睇。
所以勇排第四。呢個係孫子最深嘅一份慈悲。最後一個字嚴，呢個係5個字入面最容易將一個人毀滅嘅字，因為孫子睇透咗一個好殘酷嘅事實，嚴係最容易學嘅，亦都係最容易學錯嘅。好多人以為我對下屬狠啲，對規矩企硬啲，就係領導能力，大錯特錯。冇前面4個字打底，嚴唔單止救唔到你，佢仲會反咬你一啖，咬翻你轉頭。我同你講2個人，呢2個人都係中國歷史上出名嘅嚴字派，佢哋嘅功勞一樣咁大，用嘅手段一樣咁狠，但佢哋嘅結局就完全相反。第一個人張居正，張居正嚴到咩程度？萬曆皇帝係佢個學生。皇帝讀書讀錯咗1個字，佢就當眾大聲教訓，嚇到皇帝面青唇白。佢老豆死咗，按規矩應該要返鄉下守孝3年，佢冇返，佢繼續留喺朝廷推行改革，得罪咗幾乎成個文官集團，但佢唔理，只要可以將啲嘢推動落去就得。但係留意啦，張居正嘅嚴唔係孤立嘅，佢嘅嚴上面坐住一個治字，佢清清楚楚知道大明嘅病根喺邊。清清楚楚知道邊啲人係改革嘅助力，邊啲人係阻力。佢嘅嚴旁邊企住一個信字，佢用咗10年時間建立咗無可動搖嘅威信。皇帝驚佢，百官服佢。佢嘅嚴前面仲有一份仁，佢對真正做嘢嘅人非常厚道，對自己嘅同盟保護到底。所以佢嘅嚴唔係一條邊，而係一整套體系。張居正死後，雖然俾萬曆皇帝清算抄家，但佢推行嘅一條鞭法延續到明朝末年，佢培養出嚟嘅人才喺朝廷入面支撐咗20幾年。佢人雖然死咗，但佢嘅力量仲喺度。第2個人商鞅，商鞅做嘅事改變咗成個中國，冇商鞅就冇後來嘅大秦帝國。咁點解佢最後活成咗一個悲劇？因為商鞅嘅前面冇人，佢冇俾任何人留情面，佢冇真正嘅信，佢只係靠秦孝公一個人撐住。秦孝公一死，佢就咩都唔係，佢將嚴做到去極致，但冇人幫佢墊底，最終呢個嚴就反噬，咬翻佢自己轉頭。講到呢度，你睇明點解孫子將嚴排到最後？前面嗰4個字係判斷同基礎，如果你冇智去指引方向，你嘅嚴就會變成橫衝直撞。你冇人喺度，冇人情味，冇關懷，你嘅嚴就會搞到眾叛親離。如果你壓唔住鋒芒，你嘅嚴就等於四圍樹敵。只有當前面嗰4個字都做到位，嚴先至可以變成真正嘅力量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再補多一句，真正冇原則嘅人，往往睇落去係最嚴嘅。點解？因為佢冇智，所以佢只可以靠死規矩嚟做判斷。佢冇信，所以佢只可以靠惡去嚇人。佢冇仁，所以佢只可以靠冷漠去管理。佢嘅嚴只係一種掩飾。掩飾緊佢其實一無所有，剩低嘅只係得一條邊。而真正有底氣嘅人，啱啱相反，平時係好溫和嘅，去到最關鍵嗰陣先至會嚴，因為有前面4個字撐住，佢根本唔需要時時刻刻都擺出一副惡死能登嘅樣。呢個先至係孫子想講嘅說話。嚴唔係一種性格，而係一個結果。當一個人具備咗智、信、仁、勇，佢自然會散發出一種嚴。嗰種嚴唔係用嚟嚇人嘅，而係令人心悅誠服嘅。好，5個字講完啦。而家我俾你一張識人素描表，你可以直接攞去用。下次你判斷一個人，無論係老闆、拍檔、伴侶定係你自己，都按住呢個順序去掃一次。第一眼睇智，佢能唔能夠睇清局勢，佢對你哋共同處境嘅判斷準唔準？第2眼睇信，佢講嘢人哋聽唔聽，佢下面嘅人做嘢有冇偷偷打折扣？第3眼睇人，佢身邊嘅人願唔願意幫佢做嘢，佢對失敗者、弱者有冇溫度？第4睇勇，夠唔夠膽拍板，夠唔夠膽孭鑊，應該出手嗰陣出唔出手？第5睇嚴，佢有冇底線，邊啲事佢係絕對唔會退讓。5個字打完分，你就會知佢可以行得有幾遠，會喺邊一關跌低，而你自己又會喺邊一關跌低呢？你呢世人最容易跌低嘅地方，就係呢5個字入面最弱嗰一個。如果你最爭嘅係智，你會不斷俾人呃，不斷企錯邊；如果你最弱嘅係信，你會發現自己講嘢冇人聽，定落嘅規矩冇人守；如果你最弱嘅係仁，你會發現行到邊度都冇朋友；如果你最弱嘅係勇，你會發現機會一次又一次咁消失，你只可以喺事後後悔。
如果你最弱嘅係厭，你會發現自己咩都可以做，但最後咩都做唔成。你唔需要5個字都攞滿分，你只需要知道自己最弱嘅係邊一個，知道咗你就已經贏咗一半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孫子兵法嘅內容，可以留言俾我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